讲台语长时行，最近台湾的动画代理商宣布，中华一番这出经典的动画，其中有12集，对拜一开始，伫咧 YouTube 顶头要推出台语版的。这动画内面用活泼的台词甲丰富的情绪来呈现料理的特色。推出了后，有真侪网友就讲，听到台语心色搁亲切。就赞呢，内底的笋啊，就甲用光风加起来真 Q， 冲出来洗。 当时将以前气味嘛脱开啊！用活泼的台词、甲丰富的表情和情绪，带观众总归来感受料理的口感甲特色。中华一番是真侪台湾民众拢捌看过的日本漫画，近摆伫网络放送的时嘛，拢会引起真侪讨论。台湾的漫画代理商最近也探索推出台语版。这个节目影早，足侪人拢有看过啊，所以就足有名。啊，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内面有足侪对话，啊，有足侪故事是足出名、足好耍的、足趣味的，所以咱就选择中华一番。代理商表示，因自间谍办公会台语版推出以来，收到真侪热情的回应，互因想要继续试无共类型的漫画来做台语配音。即届中华一番以经典的黄浦江老林南宴食料理大赛来配台语版，像过西会黄金开喙笑、歹食因等等，拢会出现伫剧情内。你即马有诶，就敢若这见笑的歹食因啊！台语版的中华一番配音员嘛，拢找有10多年以上的老经验，因希望用心活化的台语，带大家同齐来看这出经典的美食漫画。语言物件已经足深的，阮拢是哪行哪学。啊，毋过你至少要有基础。你若无基础，你要安怎用？你要安怎改？你无法度改嘛 ，OK？ 所以爱去外口上课。伊是这几年。最近这几年较开始较有啦，较济啦，愈来愈济啦，嘛是这嘛是一件好代志啦，就互大家较了解咱家己本土的话是安怎讲。台语版的中华一番自6月初3开始，一天播一集，拢总要播12集。代理商指出，目前网络的反应袂歹，若是关注的人愈来愈侪，伊嘛考虑甲52集全部配做台语，嘛希望引起大家对台语的兴趣。记者卢尚珠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